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这礼拜开始，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寡新约圣经的人物。咱要对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开始。今日牧师要分享第一个门徒，就是安德烈。伫分享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阮的天父，阮今日奉你的名伫你的面前自执，恳求主教阮三甲二地。保守看顾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有安静甲较无你的心，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恳求你祝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会当来领受你的话语的供应。亲爱的主，愿恳求你将圣经中间的真理详述互阮，互阮知着行的路，互阮的信心无抵到软弱。也求主将圣神充满阮，互阮伫基督内底得到你丰盛的稳定，会当明白你的话，而且会当照安尼去行。亲爱的主，愿将感恩的心向你献上，一切交托伫你大能的手中。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如果咱若详细看圣经中间所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门徒，咱会发现这12个门徒，因来自无同款的背景，有无同款的个性甲软弱。因中间有人脾气真暴烈，有人真冲动，也有人怀疑心真重，做代志真谨慎。虽然因伫个性顶面有这款的差异，但是伫主耶稣搁我上天了后，因拢真忠心咧执行耶稣基督所交代因的使命甲任务。伫4本福音书中间，咱看见着大部分的记载，拢是集中伫耶稣身躯边的3个上界亲密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甲约翰。但是对伫圣经中间的第一个门徒安德烈，反倒等无有真侪记载。虽上，伊是一个敬虔忠诚、对人充满热情的门徒。所以今仔开始，咱要用2个礼拜时间来看安德烈的生命特质，而且透过伊来学习。安德烈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伊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咱若看马太福音书第4章18节，安尼记载，讲耶稣沿着加利利海的海边行。看见2个咧掠鱼的兄弟，就是西门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拄啊伫湖里咧拍网掠鱼。所以对这段记载，咱知影安德烈甲彼得是兄弟，因的职业是伫加利利海咧掠鱼的讨海人。伫圣经中间，咱发觉这2个兄弟，因伫个性上有真大的无同款。安德烈是一个真谦卑和善的人，伊的兄弟彼得个性却是非常冲动，2个人的性格完全倒变。虽然圣经中间记载安德烈的代志无真济，但是咱犹原会当透过教会中间的一寡文献来了解伊的生平。那按照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伊引用早期教父俄里根的讲法。安德烈后来伫小亚细亚一带去传道，起做真济教会，而且按照早期教会文献，伊搁捌伫主后38年建立了拜占庭的教会。根据传说，安德烈最后是为主殉道，因为伊家己感觉伊无配甲耶稣基督相款钉伫十字架顶，所以伊伫希腊被用一个X 型的十字架定死来殉道。虽然今日看到安德烈的图，也是讲伊的雕像，拢是派一个 X 型的这个十字架。根据教父耶罗米的讲法，安德烈伊伫要定十字架进前，伊对群众发表一篇非常精彩的讲论，而且了后伊一点仔也无惊吓。来为主殉道，也因为伊这款的表现，互真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另外，关系安德烈也有一个传说，就是伫第8世纪的一场战争中间，苏格兰王看见天顶有一个铺云，亲像中有一个 X 型的这个十字架的盾牌，所以伊就希望讲，如果若战争胜利，伊就会用安德烈做守护国家的圣人。后来，伊真正拍赢这个战争，所以伊就用拿底加上一个 X 型的十字架，成做苏格兰的国旗。后来配上英格兰加爱尔兰的国旗，就是咱今仔日常常看见英国的这米字形的国旗。咱大约了解一下安德烈了后，咱就要进入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学习。今仔圣经一开始安尼讲，过了一天，约翰甲伊的两个门徒搁伫遐，因看见耶稣经过，就讲看上帝的羊羔。这两个门徒一听见这个话，就跟对耶稣。而且咱会当知影，安德烈伫跟对耶稣进前，捌跟对过行洗的约翰来学习。伫圣经中间，咱知影，伫耶稣进前，行洗的约翰捌为迄个时代带来真大的影响。伊传悔改的福音，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伊安尼讲，伊讲天国君啊，恁应当着悔改。这个圣经记载讲，耶路撒冷甲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拢到约翰去，然后承认因的罪，伫约旦河内底受伊的洗礼。但去注意的就是讲，当时阵有真侪这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也来受洗礼，甚至有一寡人认为约翰就是基督。所以如果咱若看路加福音书第3章的15节，安尼记载讲，迄个时阵百姓的眼盲体悬，大家心中咧摇，点猜约翰就是基督。所以安德烈会跟对约翰，其实无啥物款的奇怪，因为约翰是当时阵大家公认的一个真好的老师。但是圣经甲咱讲，行洗的约翰是为着主准备道路的人，伊嘛真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着世间人准备替世间人赎罪的羊羔，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要来到世间的救世主。所以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行洗的约翰，伊欢喜快乐，世界为主宣扬做见证。后来当耶稣出来服侍了后，伊就鼓励家己的门徒离开家己，去跟对这个比伊更较伟大的老师。对这咱会当明白，一个真正一个好的信仰的老师，是爱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带到家己的面前的人。咱看见到有真侪人爱高举家己，家己成做一个门派，吸引真侪学生，但是却无真正将人带到上帝的头前。所以，请大家爱注意，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某物人的门徒。另外，对这段经文中间，咱也当明白，安德烈是一个真诚的找道者，就是真诚的寻道者。一个真诚的寻道者，就是一个会当追求真神，不是简单追求老师的人。那干那对背景来看，咱知影，当时阵的一个讨海人，伊所受的教育不是真济，是真有限。为规工爱努力去掠鱼，可能无足侪时间去思考信仰、思考人生的道理。但是咱看见着安德烈无共款，伊对上帝心存敬畏，对真理爱慕渴求，而且定义要去追求。现在检查有人会认为讲，安德烈不是一个忠诚的人，伊无对头到尾拢跟对一个老师，伊气使伊的老师行洗的约翰。但是做一个找道者来讲，伊确实是对家己忠诚，对真理忠诚。咱有一句话安尼讲：无爱无私，更爱真理。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这是咱会当学习的一件事。接下来咱来看圣经安尼记载讲，当因两个人去跟对耶稣了后，耶稣转身看见因对伊，就问讲：
恁想要爱什么？因回答讲：列比，你住伫叨落？耶稣讲：恁来看吧。因就甲伊做伙去，看见伊住的所在，当日就甲耶稣住做伙。点彩，咱会感觉讲，主耶稣甲这两个人的对话真奇怪，好亲像答非所问。但事实上，咱知影，这两个人对主毋是出于一时的好奇，想要伫路边停落来，甲耶稣开讲一下，就要离开。因心中是定义要跟对耶稣，甲伊相合行，所以伊就来求问，讲伊会问讲：列比你住伫倒？所以主耶稣对因讲：恁来看。意思是讲，耶稣看见因的热诚，欢喜接受因的请求，受因做门徒，因当日就也甲耶稣住做伙。亲爱兄弟姊妹，对这咱爱去思想，咱对耶稣敢是一时的好奇，或者是只将跟对耶稣当作一种会当有会当无的代志？你敢有甲耶稣基督住做伙？敢有欢迎耶稣成做咱生命的主？这是咱爱去反省的。另外，咱看起着耶稣面对要跟对伊的人，毋是互伊一篇真长的讲道，也是真济教训。耶稣是对因讲：恁来看，伊就是将家己的生活开放给所有要跟对伊的人。伊爱因甲伊住做伙，伫生活中间用生命来影响因的生命。对安尼，咱明白耶稣就是用这种甲学生生命交接的时阵，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耶稣付出伊的时间，用伊的生活分享生命。伊的学生也因为安尼受到影响来改变。咱袂当否认耶稣的讲道真有力量，伊的教训会当震动人的心。耶稣的比喻，互人的印象真深。伊对群众会用的报道方式真吸引人，但是咱更加爱注意，耶稣用来改变世界的方法，就是用伊传道中间大部分的时间，甲伊几位学生斗阵，用伊的生命去影响这学生的生命，然后对这几个学生将上帝救赎的恩典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直到今仔日。伫教会中间，咱也有强调团契甲小组的生活，就是爱互大家拢会当有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机会。特别伫疫情这段期间，牧师知影，也阁有真侪团契也是小组，接着线顶的祈祷会、分享会，彼此关心交流，这真正是美好的工作。请大家爱继续保持落去，咱透过生命中间的这个互相交接的这个时刻，彼此分享，用生命影响生命，确实会为人带来真大真大的影响。最后，咱做伙来看，圣经安尼记载讲，安德先去找伊的大兄西门，对伊讲：阮已经拄到弥赛亚，所以伊就带西门去看耶稣。圣经记载，安德烈跟对耶稣。伊是跟对耶稣上介早的两个门徒之一，但是伊无满足，只是家己相信耶稣。伊先去找到家己的大兄西门，因为彼得是伊至亲的人，安德烈就带伊去见耶稣。安德烈唔简单热切将耶稣介绍给厝内底人，更加用具体的行动将厝内底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厝内底也阁有一个人也未接受耶稣，咱就对伊有责任。点彩有一寡人提起讲，咱要对厝内底人传福音，有真侪人会感觉讲，哇，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因为要对别人传福音已经真困难啊，对朋友传福音嘛真困难，对厝内底人传福音，真正是困难顶面佫加困难。随上，咱知咱袂当因为这件代志真困难，咱就无厝内底人传福音，因为咱甲厝内底人上界亲近，只有你有上济的机会，将福音真理甲你的至亲者来分享。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咱如果若有生命有改变，
厝内底的人上界亲近咱的人，就通发觉讲，这个信仰对咱的改变。自然而然，咱都有机会将福音甲这个知情者来分享。接续，咱如果若看约翰福音书的第6章的记载，当耶稣来到伯赛大，用5个饼2尾鱼，予5000人吃饱的这个记载中间，咱看见着安德烈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伊将奉献5块饼2尾鱼的囡仔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头前。安德烈伊的性格是一个真特别的人，伊鼓励人奉献，因为伊明白小小的奉献，上帝会使用这个奉献真做新的。亲爱兄弟姊妹，这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咱只要尽咱家己的力量去做，如果若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自然而然会成就。这互牧师想到教会历史顶面的一个故事。在17世纪初，在苏格兰有一间世间教会。有一天，这世间教会一个执事来找教会牧师讲：“牧师，我感觉时间已经到啊，你应该离开阮的教会，因为你伫遮工作，确实无啥物款的成果。你旧年就带你一个人来信主，这个人是一个真细汉的囡仔。这个囡仔叫做罗伯特。”这牧师带这囡仔来伊的厝因为这囡仔的厝内底人无法度供应这囡仔的需要，所以这老牧者感觉这囡仔真需要有人照顾，伊就来照顾伊，而且伫信仰顶面帮衬伊。但是因为这牧师爱离开这间教会，所以不得不甲这囡仔离开但是经过20多年了，这囡仔长大了，因为这囡仔的努力。甲过去伊受这牧师的栽培，所以伊成做一个真伟大的学者。因为圣经翻译了真侪无同款的语言，伊的名叫做罗伯特·摩法特。这罗伯特成年了，成做一个世界真出名的宣教师。有一天，伊来到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院来演讲。伊对这个听演讲的人讲。伫非洲的北部有一片真大的土地，伫遐人将来无人接触过福音，伫遐有真侪部落，遐非洲的人因将来毋捌听过福音。接续伊安尼讲，总是爱有人去遐来甲因分享福音。伫即个伊听众中间有一个学生，伊对家己安尼讲，伊讲上帝啊，求你呼召我。因为我就是迄个要去的人。这个少年的学生叫做大卫·李文斯顿，伊是人类历史上上界伟大的探险家。伊伫非洲37冬之久，伊行过非洲3万里，伊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对医学来看，伊是进入非洲的第一个医生；对地理来看，伊是画出非洲内底。内陆河川甲山脉的第一个人，对政治来看，伊是将之非洲人被贩卖做奴隶的关键者。后代人称伊做非洲之父。所以咱等下这个故事的头前，可能真侪人认为迄个离开教会迄老牧师，伊的牧会是失败的，但是因绝对唔知影。这老牧师因为伊对一个囡仔的疼痛，对一个囡仔的栽培，会影响日后千千万万的人信主，而且造就真侪真重要的宣教师。所以对一个侍奉者来看，咱真正无法度知影咱未来的成就会安怎。上帝对咱的要求，只是有忠实的心，甲一粒愿意的心，亲像安德烈上款。尊重每一个奉献者，会当将这个5块饼2尾鱼的囡仔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奉献给主。上帝用咱小小的奉献来成就超过咱所想象大的信念。最后，咱如果继续来看约翰福音书的12章22节，当耶稣伫伯大尼和列撒罗对世人中国话的信念了后。进入耶路撒冷过节
迄个时阵，安德烈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伊将几个希腊人，这希腊人原本的伊想要去见耶稣，但是却无管到，因去找腓力，腓力毋知影要安怎处理，腓力将这件代志甲安德烈讲，安德烈就将这群希腊人带去见耶稣。那按照早期教会文献的记载，这几个希腊人见耶稣了，因拢信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起着安德烈，伊虽然圣经中间记载的代志无真济，但是伊却扮演伊真重要的角色。牧师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安德烈，咱会当热切向咱至亲者，就是咱厝内底的人分享福音。会当设法将奉献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会当将无道者的需要，达主耶稣基督讲，咱会当成做一个祝福人的媒介。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俄罗你的性命，阮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阮，主啊，阮透过安德烈伊的生命特质来学习，安怎成做一个有热切的心的人。恳求主将安德烈伊生命的特质也放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会当成做一个福音的媒介，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恳求主帮助阮，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